發抱抱，作者郭菲菲。我而家覺得好嬲啊，但係我唔知道我點解嬲。我就係覺得嬲，而且越嚟越嬲，越嚟越嬲，嬲到成身都變咗紅色啦。每次我嬲嘅時候，我就會亂噴火。接落嚟有啲嘢就會俾我嘅怒氣燒着。我燒咗爸爸最中意嘅植物，仲有媽媽最中意嘅搖搖凳，以及弟弟最中意嘅玩具。最後，我甚至會俾鏡入面嘅自己燒傷。呢個時候，我覺得自己係個好差嘅小朋友，而且我覺得好孤單，亦好有罪惡感。我真係好傷心，傷心到認為自己從此再唔會變得快樂。但係接落嚟有件神奇嘅事情發生咗，一個擁抱。我原本好差嘅心情，突然覺得有啲暖暖地，然後開始冷靜落嚟，最後變得好平靜。我哋全家人都俾大家溫暖嘅擁抱，咁樣令我唔再覺得嬲。我愛我嘅家人，亦愛我自己。你睇，我畫咗一張卡送俾我親愛嘅家人啊！我以後要用魔法抱抱趕走怒氣，做個快樂嘅小朋友，亦令我家人感到幸福。The end.